大家好，我係楊佩鳳老師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，叫《翻越生命的高牆》，作者黎志偉，出版社清心文化，出版日期2013年。如果講起黎志偉先生個名，相信冇乜人認識㗎，但係佢喺香港嘅攀石界裏邊係一個傳奇嘅人物。我呢家講少少佢嘅生平事蹟啊。黎志偉先生曾經參加過世界攀石巡迴大賽，更加獲得全球第8名。佢亦都參加過亞洲攀石錦標賽，勇奪咗冠軍，所以被稱為亞洲攀石王。佢曾經8次奪得長洲太平清醮搶包山嘅冠軍，所以被稱為包山王。但喺2011年，佢發生咗一場交通意外，導致下半身癱瘓。雖然佢遇到呢一次意外，但係佢積極面對，更加嘗試克服呢個困難。從中佢獲得咗好多嘅鼓舞。佢亦都決定將佢受傷之後嘅經歷寫成咗呢一本書。喺書裏邊，佢曾經提及過自己係一個平平無奇嘅屋村仔，爸爸媽媽嘅學歷唔高，自己係屋企嘅長子，但係因為冇乜讀書天分啊，所以成績只係平平嘅啫。但係佢好有運動天分，升上中學之後佢參加咗學校唔同嘅校隊，包括有田徑隊啦、乒乓球隊啦、籃球隊同埋攀石隊。最後佢覺得自己喺攀石方面好有天分啊，所以將呢一個發展成為自己嘅專業。喺中學嘅時期，佢參加咗好多唔同嘅校際比賽。除此之外，佢亦都開始衝出香港，參加唔同嘅國際比賽。佢喺攀石方面獲得咗好多嘅獎項。但喺28歲嗰一年，即係2011年，佢喺屯門公路返屋企嘅時候，發生咗一場交通意外。當佢清醒過嚟嘅時候，就俾醫生宣告咗下半身癱瘓嘅呢個消息。佢喺書中裏邊提及到，當自己知道呢個消息之後簡直晴天霹靂，曾經痛哭過啦，生氣過啦，自怨自艾過啦，但係好快佢就清醒過嚟啦。佢認為日子仍然係要過㗎，而當時妻子亦都懷孕8個月，阿仔又就快出世喎。如果佢咁樣自暴自棄落去，就會對唔住屋企人，對唔住妻子，亦都對唔住佢身邊嘅所有朋友，所以佢決定要振作起嚟。佢喺書裏邊成日都會提到㗎，我從邊度跌倒，我就要從邊一度起身。佢喺書裏邊講到，受傷之後佢要重新學習好多嘢，譬如重新學習點樣着衫啦，點樣着鞋、着襪，點樣自己同自己沖涼啦，點樣由張床坐落去張凳度啦，點樣使用輪椅，點樣自己出街、過馬路、上輕鐵、上天橋等等，呢啲日常大家好輕易做到嘅事，佢都要重新學習啊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佢嘅痛苦，但係佢冇怨天尤人，反而積極面對呢啲困難。佢將呢一種積極嘅人生態度運用喺佢日常生活裏邊，慢慢佢發覺呢一啲嘅態度感染咗佢身邊好多嘅人，所以佢就決定寫成呢本書，希望透過呢本書鼓勵好多嘅其他人，要令到佢哋可以積極面對生活所帶嚟嘅困難。希望大家有時間嘅時候，就去學校嘅圖書館借呢一本書嚟睇一睇啊！多謝大家今日聽我嘅分享。